八位风台已经离开了，目前南方的水汽搁较侪哦。气象署嘛表示讲，这礼拜各地天气嘛是搁无介稳定，无落雨的时候天气会真翕热，过昼嘛有可能会落西北雨。另外，今仔日早起8点哦，伫台湾的东南边菲律宾的海面上，嘛形成今年的第11号风台海神。气象署是讲，暂时哦应该是袂影响台湾。八位风台已经离开。不过，因为台湾目前当咧高压甲低压相接的所在，南边的水汽较侪。气象署表示，这礼拜各地的天气也是无介稳定。拜一甲拜二，南边的水汽刷向北边，南部、东南部有局部短暂的阵雨，也是雷公雨。拜三及拜六受西南风的影响，南部甲中部日时可能会落局部的短暂阵雨。西半部山区过昼可能会落局部的大雨，其他所在过昼也可能会落西北雨。15到18日，随着高压稍微往南延伸，台湾附近风场慢慢转成偏西南风。迎风面，南部地区不定时还是有些下雨机会，中部地区清晨到上午也是有些零零星星下雨的机会，而其他地区已是多云到晴，午后有局部雷阵雨。特别是在西半部山区有午后局部大雨发生的可能。那这礼拜温度，各地高温大约是32度至34度。无落雨的时阵，天气会较翕热。拜三、拜四，东南部可能会出现火烧风。气象署提醒民众爱加啉水，才袂着抓。各地高温局31到35度，内陆地区还是有局部36度左右或以上的高温出现，特别是中部的内陆地区，在台北盆地、宜兰、花东纵谷，温度感受上都可能稍微比较偏高。那特别是在台东地区，在15、16号西南风影响之下，这边可能有焚风发生。气象署指出，拜二是年度的大流，西南部、东半部沿海低流的时阵，水位会较悬，可能会发生海水倒急，沿海的民众就要注意。另外，拜一早起8点，伫台湾的东南边，菲律宾的海面有形成今年的第11号风台海神。不过气象署表示，这个风台应该袂影响台湾，会阁继续观察。记者桂林台北报道。